纷争开始了。小三小的鸭子就到哥怀里玩小球，看了那鸭子一眼，急眼了。快打不打？守好，看。小呆连脸的看都不看。守好，看。快！注意动，好。啊，这边是什么？你看，看见没？啊，这边是大海。为啥？3、2、1，去吧！